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造成泰鲁国列车败马的工程负责人昨50万就交保，今日花莲高分院裁定撤销交保，发回地方法院仲裁。今日中昼技术伫败马现场发现工程车行车记录器，目前敢若找到一张记忆卡，历史清理进度小可前着。咱甲 COVID 注文的 AZ 疫苗头一批今日早起到货，不过有效期限敢若到5月31日，指挥中心按算赶紧评估当时会当互更较侪人注射。泰鲁国列车败马造成真侪人死伤，造成事故发生的工程负责人李义雄，暂时50万就交保，社会无法度接受。今仔日花莲高分院裁定撤销交保，发回地方法院仲裁。其实李义雄的公司过去就接咧违规，捌互政府列做黑名单1年。不过代替讲黑名单的期限已经过啊，所以伊才有法度冒着这边的工程。听到这个解说，罹难者的家属是批评讲，政府单位嘛要为着这载意外来负责任。义雄工作者负责人李义雄伫警方的保护之下行出门口，佮警后向大家会师礼，表示真后悔。本人在此深表懊悔，并致上最诚意的歉意。本人一定会配合检调的调查及侦办，负起应有的责任。深深一脚姜都被警方带走。李义雄原本被花莲地院裁定50万交保，不过检方控告了后，花莲高分院裁定撤销交保，搁发回花莲地院法院仲裁。事实上，伊公司过去违规记录真多，搁捌伫政府采购公布黑名单，列拒绝往来厂商1年。外界质疑为什么还个人承包工程？代替表示，义雄工业社是伫98到99年被列为拒绝往来厂商，这边工程是108年开工，已经过黑名单时间，所以承包这工程。也没有违理动为发包的单位，你不是说把工程发包出去就算了，你也是要去监督啊。在这摆事件当中，外界也在检视这摆安全管理系统甲体制是毋是适效。有学者就讲，台湾一向无注重安全，无当作基本观念来要求。无论是代替或者是监造单位、施工厂商，各有分级品管甲安全责任，都要亲像金字塔共款，一层一层有各自应该做的代志。代替验视一点责任拢无。把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才知道是个案的问题，是通案的问题，是人的操作性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在一开始就说叫给谁下来负责等等。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反而不是你只是在猎巫，你不是在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跟改善问题。运安会也伫车衫找到泰鲁国号行车记录器，画面也已经下载完成。主会杨宏志表示，当时列车通过进前，工程车已经出入去倒伫T2路。泰鲁国号看到已经被附大档啊，也走找到工程车行车记录器，不过工程车是受救档啊，目前无法度为记录器知影，还阁走找别的证据。记者综合报道。败马现场当咧赶工修理，不过今日中昼技术发现工程车行车记录器，初步研判有2张记忆卡，不过目前敢若找到1张，历史进度小可前着。另外，一直风声讲，交通部长林佳龙已经口头请辞。林佳龙是回应讲，目前是以抢通为优先的目标，以免闪避责任。抢救、抢修，还有整个善后工作，好，那负责任。的事情我不会这个回避。代替泰鲁国号弄车以外，第3天，交通部长林佳龙过去现场看抢修的进度，对外界关心气流程度未回避。佮强调，目前以善后抢通这目标为主。原本有过东正线车北段通车所用列车甲磅空相同，可能有结构损害遗漏，和通车时间延后。目前初步评估报告20月出来，到时阵要确认安全无问题，再开放通车。车厢整个是跟我们的隧道的结构是直接相撞啊，所以他还担心这个整个结构有没有受损。大概有8个技师现在在现场哈，那他们初步的评估，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出一个报告。如果在4月22号报告出来没有问题，那我们就通车。
前30个车厢已经拖出来，不过因为伫磅空内底歪翘变形车厢要卡掉咧，大型机具甲工程车伫现场继续作业。重点工程目标是希望应慢慢互第4、第5节车厢脱离。伫中道，因为第4节车厢甲磅空内发现新的物证，可亲像是工程车行车记录器记录卡，现场暂停作业，后来再个复工。这个运浪会他们在隧道口有察觉到新的这个物证。那他认为还有继续搜寻的必要，所以就请我们暂时停止施工。初步的了解是翻滚下来货卡车车上的行车记录器，它应该有2片记忆卡，那看到了1片，他认为应该还有1片，所以现在努力在找这1片。目前调查第6车厢的遗体已经掌握身份和确认名字，会交由检方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败北意外伤者也有几多位伫咧病院治疗。副总统赖清德今日过去花莲探视受伤的民众，嘛甲医护人员鼓励，表达感谢。赖清德到病房慰问，希望伤者会当伫病院安心治疗。赖清德阁特别感谢警消、医疗各界做伙救灾。另外，嘛请医护人员除了治疗以外，要特别注意伤患的心理健康，甲伊斗相共。泰鲁国列车败北罹难者，目前经过证件甲 DNA 比对，有48个人确定身份。花莲地检署指出，因为个遗体也未确认身份，所以死亡的人数可能会阁修正。尽量帮忙做，然后可以让不幸的罹难者可以早一天回家，就早一天回家哈。新北会罹难者家属尽一份心力，花莲气科医师工会理事长去花莲殡仪馆提供协助，利用过喙齿数量，健保就医这资料成功为一名真歹变色的遗体找到家属。他的头部是比较完整，大概还有完整的齿列可以来做检查，去检查口内有没有缺牙的状态，然后做假的部位，好跟数量。那大概看完之后，我们再去找他的就医记录。但是泰鲁国科伫花莲发生重大弄车事故，造成严重死伤。经过证件甲 DNA 比对，已经有48人确认身份。有很多的编号会在这一个都属于同一个人，但是也有一个这样的状况，现场的搜救人员认为这是同一个人的，放进同一个尸袋的，但是有可能它里面有一些碎屑是不属于他的。我们要整理这个部分，然后把这一些可以辨认的全部都集中在同一个人的。检方继续身份核对，现场的搜救工作伫第6节车厢下边遗体，也有第4节车厢的残骸也无法度运出，会继续作业。另外事发了后，伤患大部分送去花莲市境病院，目前伫国军花莲病院也有2名女性、4名男性，大部分是骨头震气甲裂伤较济。有头部有撞到的，脸部有撕裂伤的啦，手肘、四肢有擦伤的，膝盖有脱臼、有骨折的，大部分都是呈现在这些地方了。在当日手术，然后因为失血比较多，所以转加护病房。那可是，从昨天到今天，生命迹象都稳定。目前比对搜救者作业仍然继续。检方指出，目前伫罹难者当中，也有比对无符合的无名氏的情形，甲车厢内底无法度锁定来遗体，呼吁民众确实怀疑有家属倒伫这帮列车，引起北检大当地检署或者是花莲市立殡仪馆指认，或者是采 DNA。记者综合报道。咱向COVAX注文的 AZ 疫苗头一批今仔日早起到货啊，不过有效期限是比顶一批搁较短，敢若到5月31，所以指挥中心按算要赶紧评估，当时会当开放予搁较侪人注射。另外，今仔日国内是增加2例带病入境的新冠肺炎病例。飞机机转的门开开了，8:12点钟的时间，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上来199200档 AZ 有风车，伫透早5:29送到同机场。这是咱国透过 COVAX 所买，这款有风车本来是定2月到5月之间会送来台湾，因果所因为全世界拢伫咧欠有风车，也个配送作业延前，所以这款有效期是比顶一批 AZ 有风车更加短，只可能到5月31。第一波的人，他的接种率大概只有差不多10%左右了。那就是说，我们开放以后，我们还是用我们一开始决定的优先顺序来接种疫苗。那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如果还没有打完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面开放。医生讲 ，COVAX 会优先甲有风车供应给疫情较严重或者是经济较弱势的国家。
台湾摕到有风险的事情，甲其他亚洲国家差不多，并无特别慢。另外，最近伫荷兰、法国、英国，搁再传出自 AZ 有风险了出现肺癌甚至死亡的案例。荷兰更加伫初二紧急宣布，60岁以下是暂停住，也搁外界担心是毋是影响个人自 AZ 有风险的信心。 55岁以下的女性有时候会接受女性荷尔蒙的治疗，这些其实本身就会引起血栓的风险。医生认为，并无明确的证据显示有风险会直接引起肺癌。目前台湾也是建议，伫咧做有风险进前28天，暂时先莫接受女性荷尔蒙的治疗，以免做有风险了有不良反应。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过拍佬旅游头一团的行程就要结束啊！惠淑仁总统特别带民众去参观海底湾，因为这个景点是台湾的大使馆出钱协助，才会当伫疫情期间继续经营到今。也若是第2团的妇女营团，今日下晡嘛已经出发啦。不过参加人数是减真济，敢若13个人。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比如总统惠淑仁开船到饭店码头，亲自迎接，展现高规格台呼，以17号先后地来负责开船，带大家去参观海豚湾。 这里是海豚湾西湖，平时是海豚的保育基地。在这次疫情的旅游泡泡中，并没有开放这个景点，而是惠总统带我们先来一睹为快。看训练海猪甲海猪活动，本来疫情发生前，这是由日本的 NGO 组织协助管理。不过疫情发生了就撤出，台湾的大使馆就出钱继续维持海猪的护育。惠淑仁总统对台湾真感谢，因甲美国的关系也真紧密。 My mother is from Maryland in the 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lau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strong and continues to be strong and hopefully stronger. 比如受美国影响真大，像因通用货币是美金，也有关岛银行，代表传统文化之一的查甫人会馆，是当地传统领袖见面的重要所在，女性袂当入去。 总统蔡英文2019年出访帛琉时，就曾受邀进入这一个男人会馆，创下了第1位女性元首之力，显示了台帛关系紧密。再加上这一次台帛旅游泡泡的成功，无疑为台湾的邦交吃了一颗定心丸。以上是郭采燕、陈柏玉在帛琉的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先来看中部欠水的情形哪来哪严重。南投的日月潭水位是一直咧下降，目前甘那村2个码头正常运作。 另外，台中苗栗甲北彰化地区后礼拜2就要开始分区供水，水公司已经安排300多个地点提供给民众灌水。河边的铺排加码头查几路站楼悬，袂输敢若伫咧爬行，行的时阵爱正细腻。连续假期来日月潭耍，民众讲甲以前的风景差正多。觉得水位可能比较低，所以有比较一些有光秃秃的地方。 对，不像以前。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初时下到3点，日月潭的跳水率即个那剩31.9%，水情愈来愈严重。立管处也伫咧4月初1，甲现公司甲交路2个码头关起来，即个那村一大哨甲水车正常运作。台电的台管发电厂讲，今卖水量会当冻到5月初。另外，台中、苗栗、北彰地区初六要开始分区供水，水公司也部署338个储水点。 原则上，我们的配置就是一个里一个，管线末端或者是比较高的地区呢，我们也会配置一个供水站。有特殊需求的，我们的水车会巡回。自来水公司讲，除了这寡渗水的所在，伫咧广线尾流也个地势较悬的所在，也会机动性加强设置。另外，也个52个工地放流水免费给民众使用，希望将限水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 三本水库因为积真侪烂土，水库会当欠水的空间哪来哪少。因为即马水位登低，第6河川局用请国军来倒清理水库的土沙，听候水来的时阵，就会当有搁较侪空间来吸水。嘉义县大埔乡的三本水库内底，100多名国军官兵当日无用操作大型机械，要趁即马也未落雨，赶紧清理水库内底土沙。 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在国军在进驻在地方来投入在清淤的这个作业啦哈。他们在这次的一个清淤作业，其实在第一次的的加强这些功能哈，其实对以后的这个清淤的模式，它其实又打下了另外一种的一个基础。虽然是清明连续假期，
第6号全局为着要解决长久以来水库囤水量愈来愈少的问题，趁这届可汗请国军来清理水库的积载。因为他现在就是缺水期，那刚好现在就麻烦国军弟兄，总共他们来了140几位，那非常的感谢，要从3月清淤到6月，那这样子我们的蓄水量才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民众才会有水可以用这样子。大埔乡公所表示，闸门水库其实拢伫咧家己管内，只是管理单位伫咧台南。公所透过第6号全局甲国军的合作，清理水库的积载，增加水库的囤水量。当雨水来的时阵，都会当互囤水的功能搁再提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秋冬的时阵，空气污染拢会真严重，但是即马已经入春啊。今日下晡1点进前，高雄大部分的所在空气品质也是干嘛色的天气，所以今日下晡有一场反空污大游行，要求政府今年就要甲兴达地区的涂炭机组全部停掉。民众因行动局甲空气污染保护组魔鬼，会侵害全民的健康。南部反空污大联盟第一遍伫儿童节办反空污大游行，希望政府重视空气污染。桥头虽然无啥物工业区，但是雨塘大的工业区压起来，所以我妈妈常常会下句，我甲爸爸嘛常常破病。游行呢不是特效药，但是呢，你没有一直逼、一直逼、一直叫、那么高雄的空污是永远没办法改变的。游行有20几个公民团体300多人参加，主办单位讲，伫6都内面，高雄人的平均寿命上低，婴儿的死亡率上悬，气酸癌10年平均发生率的成长率上悬，要求市府今年就互兴达地厂4座燃煤机组拢停落。高雄往年拢是秋冬季节空气污染严重，今年一直到4月空气品质也是无好。像初4，全高雄7站只敢若2站是普通，其他拢是干嘛色提醒。即便这些年来做了很多减量的努力，可是因为气候的条件越来越严峻，所以导致空污的情形也相对严重起来。所以减污煤跟减碳是已经刻不容缓的事情。北部或中部应该要来发展这个，不管是绿电，或者是这个天然气的一个发电，这样自己的能源，自己的供需应该是自驱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接过款团的电证书，但期迈答应讲，未来不准搁设置燃煤机组，兴达燃煤机组也会提早除役。不过款团要求的今年4台机组全部拢停来，有执行的困难度，市府会甲进度催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前部长嘛是现任的义福联盟基金会董事长罗英雪，昨因为癌症过身，享受69岁。罗英雪除了推动儿少保护福利法案，做法务部长的任内嘛重新审核死刑犯定案的案件，计共签12名死刑犯的执行令。罗英雪伫2013年马王政争的时阵接手法务部，2年8个月任期有12名死刑犯伏法，其中嘛包括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的定节。罗英雪伫任内确诊罹癌的第2期，接受手术甲化疗了后，就继续做工课。昨刷过身，互真侪人惊一条。罗英雪过去还为着恐压破华人诈骗集团，有几落的台湾嫌犯互送去中国的案件，甲入围辩论。落人进前，佮要写一篇家己唔对，佮怪别人的新闻过来回击，迄当阵是引起真大的关注。泰鲁国号摆尾以外，第4节的车厢已经拖一半出来啊。目前主任检察官当咧完成最后的相验，完成了后，就甲第4节拖出来。目标是并伫咧明仔载完成第5节车厢的排除作业。代替408泰鲁国号列车事故，原本伫初4要进行第4节、第5节车厢的拖吊作业，但因为找到相关的物证，下晡拖吊作业先暂停。但是有记者敲电话询问运安会主委，运安会表示，包括火车也是吊饰车辆的记忆卡，拢有找到啊，已经咧进行分析。啊，那伫现场即阵嘛当看到第4节车厢已经开始有进度啊，为磅空口地当看到第4节车厢的车体，嘛希望会当赶伫今仔日进前完成第4节、第5节车厢的拖吊作业。针对这件事故，台中市土木技术工会干事姜尚生表示，伫施工现场爱有护栏，嘛无应该伫路边违规停车，造成这大伤害。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你滑落这个斜坡就应该要做。那事实上呢，交通部有部班这个
铁路两侧的近线件管理办法。那事实上呢，高铁公司、各地的捷运公司都有委托技师去执行安全的评估跟施工计划。龚长兴讲，技术工会唔捌审查过大体规划案，另外，即阵第4载车厢已经拖出来将近一半的车身，主任检察官正在进行最后的商验阶段，完成了后，得当甲第4载拖调出来，并伫初5即天完成第5载车厢的排除作业。预计第2天的工程目标是第6载车厢含遗体处理，以及搁再一次讨论为南平入口处处理第7载甲第8载车厢的可能性。记者杨淑静、林玉凯华联报道。南投一个游乐园竟然有飞行线迫降，昨一个耍飞行线香港游客对玻璃的虎头山起飞，因为气流影响，只好伫咧游乐园降落。虽然这边无造成意外，不过因为这颗螺仔有流浪等等的设施，民众是真烦恼讲会造成危险。民众伫游乐园抬头一看，有飞行伞飞过去，不过愈飞愈远，关度嘛愈来愈低，竟然真正落入咧游乐园内底，保全竟然赶去了解。一个不小心，就是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意外，或是一些公安的一个问题。民众感觉真危险，年假期间，乐园内底拢是游客，就甲讲有人被波及。3号南投溪地游乐园内底，常常有飞行伞的玩家，破遮伫园区内底。园方人员初步了解，这个来自香港的玩家为玻璃虎头山起飞，所以因为气流影响，迫降伫20外公里外的溪地乡。这边有台湾最高的自由落体，还有九族缆车，其实那个塔数都很高了，而且很多的这个游乐设施跟游客，所以他们飞到这边的话，会有潜在的风险跟危险性。全台湾目前好像只有屏东的赛嘉，他们有定了一个自治管理的条例的，那其他县市都还没有完成这一部分。那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积极的目标。园方表示，园区内底有真侪高空的设施，还佫有缆车顶路线经过，就甲讲影响到硬体设施，造成公安疑虑。而南投县府表示，目前针对着飞行伞，只有体育署的无动力飞行运动业辅导办法，不过无法制嘛无强制力，希望中央今日来定专法，管理才有法院的依据。记者南投采访报道。国际消息，这个拜六礼拜是基督教的重要节日——高活节。虽然即马是防疫期间，但是各地教会甲信徒嘛是找节方式来过节。这是韩国首尔鲁伊都会基督教纯福音教会，信徒由无私传领唱圣歌。因为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波散一波，所以伫今年4月初4复活节礼拜，国教会严格要求入场一定要挂水安，同时人看到大家拢保持一定距离。伫过去这礼拜有真侪重要的复活节活动，自3月28圣之主日开始。根据新约的圣经记载，耶稣和迄当阵的犹太人当作是救世主，所以用橄榄树的树枝甲叶仔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也过因为和犹太经师万多未同耶稣的徒弟犹达斯出卖伊的师傅，并且鼓励犹太民众要求代表罗马帝国的总督下令甲耶稣甲其他的同刑犯最近钉伫咧十字架顶头处死。这段故事伫咧天主教徒比例正悬的墨西哥，由信徒伫咧4月初2的受难日，以重演的方式来纪念耶稣的苦难。复活节日期本来是无定论，一直到第一位信天主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1世年代，才伫咧第4世纪甲复活节定做每年春分月圆了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今年的日期是4月初4。教宗方济各也伫咧初3复活节进前的弥撒内面，勉励信徒爱坚强面对疫情的影响。In questi mesi bui di pandemia sentiamo il Signore risorto che ci invita a ricominciare, a non perdere mai la speranza. 也那同款也是基督宗教的东正教会，因为历法无同，所以今年复活节的日期是5月初2。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明仔因为东北季风甲冷气团，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凉。台湾大部分的地区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部甲东南部的地区会有短暂雨。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14度到22度，中部地区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东部地区14度到24度。华岛地区13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